就是后来就发现这样子比较好看。什么？你要求他回眸一下？哎，翔哥他叫你要回眸一下。快啦！这样，定点回眸。哎，翔哥，吓死了！谢谢。浩子今天的龙服装，今天啊，对呢哈。然后我说我们有农夫装，然后要拿那个电锯出来。对，后来我们服装师毛毛就把我们弄成这样子。他被选为无宠，对不对？对，文青的农夫。对，有没有信心拿奖？啊？有信心得奖？哎，感觉还不错，觉得好像势在必得的感觉。哪一个节目势在必得？啊，哪一个节目势在必得？每一个都要中，对，来了就是想要拿奖。那中了要不要办流水席？流水席啊！哇塞！阿翔呢？阿翔有信心吗？哎，像就是后来就发现这样子比较好看。什么？你要求他回眸一下？哎，翔哥他叫你要回眸一下。快啦！这样，定点回眸。哎，翔哥，吓死了！那耗子是弄5分钟就好了。哎，我看到那个吹风机我就好。哎，阿翔，那今天要主持金钟啊，会不会紧张？快讲。他跟焦哥主持是焦哥比他紧张。对，应该是对方要紧张才对，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紧张过。对啊，就跟你主持也是你要紧张的，这样才对啊。他今天就是来玩的。对，我真的来玩的，我第一次参加金钟奖，我觉得好高兴，也很荣幸。哎，刚刚记者问说，如果得奖要办流水，你今天得奖你就3金总司令，那你要办？不可能，你要办？啊，如果有，哎，不可能啊，如果有，不可能，如果有，以后再说，有现在说，哇，有现在说，不可能了，不可能了。希望大家都得奖了，今天来入围就得奖了，我已经入围就很开心了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对啊，那3个第一次一起走星光的感觉，真的我觉得很好玩，很开心啊。因为其实我们也认识很久了，翔哥就是一个开心果这样的，对啊。我拎开心，没有你开心，你开心。流水席啦，流水席。今年走红毯没有女伴，会不会觉得怪怪？哎，他这样就是我们女伴啦，你水干呢？我隐形啊，你个看没出来，他连胡子都抠掉了，哪有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来，谢谢。谢谢。